澳門嘅街坊朋友啊，對面海泉灣賣到8萬蚊一平方，呢度僅需要10萬你就輕鬆攞低呢一套97平方嘅豪裝3房2樓，而且樓下仲有冇邊際嘅泳池啊，5分鐘就可以返到青茂口岸啊！你會選擇澳門對面嘅海泉灣定係呢度嘅豪裝3房呢？仲係現樓，即買即住即交樓，仲送你兩地車牌、全屋嘅家私家電以及車位嘅使用權，以及會所嘅使用權啊！你直情拎包入住就 OK 啦。門口仲帶有16嘅門、5合1智能門碼鎖，到頂嘅係櫃，全屋嘅智能家居系統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度就係餐廳位置啦，滿足你一家人喺呢度同時用餐冇問題嘅。通門啦，呢啲都係唔低嘅交付標準啊，仲帶有一個帶明窗設計嘅廚房，西門子嘅廚房3件套，澳牌嘅定制櫃啊，呢啲全部都係交付標準，以及呢啲背景牆啊，可以睇得到呢啲裝修標準都係唔低嘅。返到澳門5分鐘就可以去得到啦。港珠澳大橋入口都係呢個樓盤嘅樓下。返到香港都係非常之方便啊！對面就係澳門，呢度就係主人房啦，帶咗一排嘅衣帽間啦。呢邊2間可以作為你嘅仔仔女女房以及長輩房，公共洗手間就位於呢度啦。環保嘅智能馬桶啦、衛浴都係交付標準，10萬蚊就可以輕鬆作業主啦。幼稚園、小學、中學都位於樓盤嘅樓下，行路就可以去得到啦。5分鐘返到華發商都，生活一站俱全，10萬蚊輕鬆做業主。感興趣嘅港澳街坊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馬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